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台湾人讲真爱去看医生哦。去年因为疫情的影响，去看医生的件数比去年是大减着2000万件，但是也是有33000人一年当去看医生看90届。其中有一个中年的男子，这一年365天去看医生是看839届，等于一天至少走病院走2逝。 这是病院挂号，也是领药的声，为患者因为破病去病院，袂输是你世界同款。台湾人有偌爱去找医生，为当年健保就诊的件数就看会出来。依照健保署统计，109年全国就医的总件数有3亿4千件，比前年减2000几件。 因过依然有33000人一年就医的次数超过90摆，前3名按呢第一名就诊的次数有839摆，等于是一天上少走2摆病院。所看的症头包括神经痛痛、精神疾病，也有感冒等等的症头。就去年已经是高诊次的，在今年还是高诊次，大概约有40%，所以大概有50%左右是新的病人。所以我们整个这个辅导机制还是有它的作用，至少已经减低了50%的高诊次。一年的就医次数呢，平均国人一年大概是16次左右。邻近的国家日本为例，他们一年的民众的门诊的利用率大概是12.6次左右。我们针对门诊的就医，应该还是要尽早去推动，多看多付，少看少付。 就算为106年就推动这项门诊全力辅导个案，和整体就医人次降低。因过109年直接看病患者，依然有4成多是个案，这嘛是最近5年来的新纪录。提名的症状来看，大部分是跟头痛、关节炎跟失眠有关。那这样的一个状况，其实并不符合现行整合门诊的收案对象。那他们可能或许是真的疾病的需求，但是可能也涉及到可能有身心的这些问题。 专家建议讲，除了积极的检讨，更要去分析讲这4成多人是安怎直接去病院。另外，还要结合社区医疗加家庭医师，针对检查费用的部分负担，嘛应该提悬，或者医疗资源的使用更加合理。